台北地检署侦办警花社案，检方认定郭文德收人千多万的钱，互警花社的用这率会当扩大，也侵占民众党的政治现金。另外，威警集团董事长辛庆京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、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升，加郭文德竞选总部财务长李文忠，也拢互检方起诉，全部加起来是有11个人。 检而且西教位行落来人，都是民众党主席郭文铁，卷入2大案，包括金华城甲政治现金案，在下超过100天后，检方侦查终结，依照涉犯违背职务收乌西钱、盗利、公益侵占甲背信4大罪嫌提起公诉，具体求刑累计达到28年半。柯姓被告有为市长就宣示条例所为之应恪守国家法令、不收受贿赂等事实，其委员矫饰，饭后态度不佳。针对郭文铁台北市长任内的金华城用这类增加到847%个案，检方认定伊涉嫌收威警集团主席辛庆京以政治现金的名义，找7个人头汇210万块，做乌西钱的现金，各伫自年10月19至11月初1某一个时间地点，亲身交付现金1500万的后下，买下郭文铁的行动疑点，伊小的档案内底都有记录，2022 11月初1，姓名小沈。 数字1500这个文字，涉嫌协助放水金华城用这率独立业者超过121亿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对安全的部分有信心。在伫起诉过了后，被告律师嘛伫地检署出现，起诉名单原来有辛庆京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，互人控告收乌西钱超过5200万，协助施加压力。前郭警总财务长李文忠，也甲前台北市副市长裴振升涉嫌盗利罪嫌，拢总有9个人，互检方提起公诉。我们当然是希望以家宝为最高。 北检找到的关键突破，都是裴振升伫侦查自闭犯罪，也甲互人当作被手套的前顶外开发董事长朱阿虎，也对缓刑坦白承认，是得到原起诉处分。饭后尚于办公处所遭查获撕碎便条纸，其上指示共犯出境。 郭文铁的大部分乌西钱，检方调查拢交由随行秘书柯志祖保管，也为郭文铁办公室查到互掠嘴的便条纸，要求伊随出境。互人认定多方境外已经发布通缉，当透过司法互助者的管道，请求别国协助遣返回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